继续来看这件，这是进前有一个妇产科的医师，因为手术有欠点，患者是大出血来死亡。讲原来伊是一个泡泡医生，就是台湾学生到波兰等等的国家去读医科，但是是读国际专班，毋是读正规的医学系。今仔日台湾基层牙医师协会就开记者会来指控，讲到海外读牙医的学生，倒来台湾做牙医师的门槛一再放宽，恐惊会压缩到国内实习的量能，这个专业度嘛受到质疑。到外国去读册的牙医师讲，因大学3年就开始来实习了，希望外界唔通来制造对立，嘛爱尊重医疗的专业。你看书，然后就可以进开刀房吗？这是你能力不足才会造成今天人躺在手术台让你医死若讲到最近参加历次的波兰医师医疗疏忽的话题，本土体格医师的家长是真激动。还要让这些国外学生来实习吗？他们要实习应该回到波兰啊！我们的小孩都是勤学苦读的，都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本土派大动作开记者会，要控诉海外留学的体科医生，质疑门槛搁一摆放绑定。来看过去10年来体科医师可以人数，国内大部分维持伫咧600多人，不过有国外学历的体科医生，为100多，一年一年增加变多，110年开始来到500多人，就惊国内体科医师实习受到影响，医疗品质卖变歹。对于波波学历资格放水，他们参加医师国考的资格完全不用审，这对于整个考医师执照的门槛是大大的降低。为什么这么多人要帮波波开门开路？过咸水读册了后，佮倒来台湾去执照海外留学的体科医师专业度，互人去要求，利用家己的经验积累，讲国外实习训练正十八，未必过来摆。我是西班牙毕业的，我以西班牙举例，大3就开始实习。对，我们就可以进诊间，实际的去治疗患者，老师会全程陪同。大4、大5这2年，已经大概是一般诊所的医师，就台湾一般诊所的医师的看诊量。国际牙医学友会发出声明，强调要尊重文书，唔通照戏学历背景，嘛反对泡泡医师漂头，还有外界唔通制造对立，嘛要尊重医疗专业。本土含海外体科医师两边继续咧相斗，经济嘛恐惊无这么紧缩过。Hello， 我是郑雅芳。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